上正较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6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来关心大甲妈事件高岗8暝行程伫嘉义新港奉天宫，经过2天1暝停留了后，早午10点多起驾回銮，因过爱行3点钟的路程，今年因为人较少，只行半点钟就行到位。大甲妈离开奉天宫了后，按算6月20会登去到大甲的镇南宫。 夜香敬拜，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嘉义县长王忠良、奉天宫董事长何大宏3个人做大甲妈起驾回銮仪式主持。颜清标穿白色长袖的鞋子，嘴挂嘴安，看起来淡薄忝。仪式完成了，甲王忠良做阵贺驾。 伫祭拜甲献果仪式结束了，2人正顺利甲妈祖神像自奉天宫的神坛散开。边仔信徒有人摕手机啊翕，有人手伸长长，希望得到妈祖的庇佑。颜清标甲王忠良入位陈明文最近陪妈祖行到庙前的第1个路口，正由后生颜宽恒接手速度放紧。大甲妈了解每年拢引全国各地民众来参拜，今年因为传的时间较赶，新港的信徒就讲，今年参加只敢若往年的2成尔。 伫往年妈祖回界路程，拢会有人放炮啊、软桥卡，今年因为防疫拢取消。 所以本来爱3点钟才行完的路程，今年只个用半点外钟就行完。大概暗时11点就到嘉义云林交界轮子大桥，离开奉天宫了，大甲妈有计20会转到大甲镇南宫，结束高岗8暝的疗养行程。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加2个对境外入来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是一对伫孟加拉食头路的翁仔某，因本来伫孟加拉就求会着病，医好才出院。倒来台湾的时嘛，拢有老实讲，伊是带入去集中检疫所了后，才佫验出体内有病毒，即嘛继续带伊治疗。 就伫咧13天无人确诊了后，15个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50多岁男性第444例，甲40多岁女性第445例，2个人是翁仔某，分别伫咧1月底到3月初去孟加拉做工课，其中第444例伫咧孟加拉做工课期间，捌伫咧5月23出现发烧、咳嗽、咽喉痛、皮肤芳臭等等的症状。第445例是伫咧5月25出现发烧，2个人拢伫咧孟加拉当地确诊了后带院来治疗。 目前孟加拉总共有87520人确诊，1171个人死亡。他的先生是有符合啦，就是至少有2次的阴性。那太太她是有1次的阴性，但是后续就是因为医院的这个病例太多，所以他就被迫离院。 指挥中心表示，2个人伫咧孟加拉当地带院治疗了后，第444例伫咧5月26就无症状，5月28甲6月初2采检拢是阴性，第445例是伫咧6月初2采检阴性，2个人出院登去治疗拢无搁出国。6月13坐飞机登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嘛无症状，毋过2个人主动通知讲伫咧孟加拉捌确诊，所以由机场采检了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想袂到15个确诊，目前当在带院隔离当中。有做适当防护啦。 而且他从发病到这个回来也超过了10天，我们会认为说，应该是说他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是已经大幅降低了。 其实指挥中心捌宣布，伫咧国外确诊的人，若是要登来台湾，必须符合发病日子到坐飞机进前上无2个月，而且症状已经消失，或者是摕到2届然后采检阴性才会使。毋过指挥中心嘛表示，第445例虽然无符合入境的标准，毋过2个人伫飞机面顶专程有穿防护衫，而且入境时阵嘛老实通知讲捌感染带伊，所以暂时袂甲因处罚。若是飞机面顶11个机组员是来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前后226个乘客是维持居家检疫的对象。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北京的疫情，6月14，北京佫出现36个确定病例。新发地市场甲玉泉洞市场边仔的社区，即摆拢实施封闭式管理，按算对9万的居民做核酸检测，看疫情敢有传开。北京的疫情继续伫咧滚价，6月14，佫新增加36个本土病例。北京政府是展开扩大检测，14替76499个人做病毒核酸的检测，结果有59个人是阳性的反应。北京政府虽宣布进入战争的状态，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7120个社区村，近10万名社区村工作者立即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场。除了去防怀疑是感染起源地新发地批发市场紧急休市，也若伫咧海地区的玉泉东市场，嘛有出现相关的病例，目前已经暂时关起来。两个市场4区内的社区，嘛拢实施相关24点钟封闭式的管理，而且做环境的消毒。也若密切接触的人员都要集中隔离，其他的市场嘛袂当待议。已完成流调的34例，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主要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排查产品的这个源头。北京防疫破功，官方是随甲失职的人员是透露。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林，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4方责任不到位。疫情还佫出现下省的传播，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河北10市嘛出现3个本土的病例，拢甲北京的病例有接触，而且山东聊城、珠浦市、甲河北迁安等10外个地区拢有发出警告，要求当地的民众唔通去北京。因若北京这波疫情的源头，专家认为讲有2种的可能性。不应该呢是北京当地这个自然发生的。那么这种的输入呢，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污染的物品带到了北京，还有呢就是这个感染的人进入北京造成的传播扩散。虽然专家对北京的疫情发展是真乐观，不过伫咧对新冠病毒的变异，还佫有传播的规律，还未完全掌握进前，北京政府是唔敢大意，嘛宣布讲暂停开放文化娱乐等室内活动场所，谨慎来面对，希望中国的首都袂沦陷。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进行3杯罐，特别开始搬啊。根据了解，经济部初步规划，虽望百度电商袂使用，也搁4大病名单内底，艺文、体育、订房、山顶轿车，才拢会使用。嘛会使甲这3杯罐捐出去做爱心、做公益。另外去病院挂号，嘛当用3杯罐来纳钱。来看《联合报》，国际节连续假期要到位啊！因为疫情等候，咱国内旅游大爆发，尤其是花东即马上界热门。代替昨昏是宣布讲，国际节连续假期要加开38班的车次，而且在苏花这南势公路游览船，即马业者嘛已经宣布讲，对7月初4开始要恢复巡班。来看《自由时报》，本地员早产儿的比例比一年是比一年也搁较悬，2008年已经超过1成。另外，超过35岁才生囝的高龄产妇比例嘛也悬，2008年已经超过3成。医生讲，官方也未针对生早产儿做研究找出原因，也毋过应该甲妈妈有在食头路，较侪岁才生囝有关系。那今年的毕业生踏出社会，就拄到疫情，所以劳动部即马有推出青年就业奖励计划。那准今年的毕业生9月底之前有找到头路，而且伫这间公司稳定就业，安尼上悬会使摕到3万块的奖励金。现在找 bug 吗？要安怎写好看的履历？青年这届发展中心伫咧毕业季举办工作坊，替求职者的履历来做检查。今年拄好拄到疫情大流行，真侪实体校园顶在拢取消，改换线顶办理，而且部分企业的人数嘛减真侪，互真侪这届毕业的学生烦恼讲，今年毕业了后要找工课是真学。公司开出的职缺量大概可能只有以往的1/2到1/3而已。像往年统一集团都会有开出很多职缺，像他们今年就没有对外的扩大招才。劳动部接压，企业伫咧3、4月份所开出来欠人状况，确实无理想，啊，毋过5月份有回稳，登去到接近去年同期状况，所以提出青年就业奖励计划，15到29岁，当届毕业生伫6月15到9月30之间，找到工课而且稳定食头路，会当去台湾就业通网站登录，上悬会当申请到3万块的奖励金。只要能够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我们就来发给我们的青年朋友就业奖励金，能够拉到6个月的话，我们再加发1万元。你会想去申请？如果是我，应该会，因为我觉得至少一个工作要待满1年，才算是真的会学到东西。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额外的 bonus。应该也不会说是因为奖金所以才想要在9月底之前赶快找工作，应该是说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讲的话，我不希望自己休息太久再去开始工作。
另外，伫欠工较劳动的特定制造业甲照顾服务业，确实有求财的需求。劳动部嘛撒好康加强配合，若是青年愿意投入去这两个产业，担任主管行政职以外的基层服务，嘛有另外上悬108000块的津贴会当领。啊，毋过政策敢会去影响到着高龄的劳工。台湾劳工电线认为讲，短期以来无啥可能会发生，啊，毋过也是会当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咱台湾今日受太平洋高压往调咧，今仔日的天气是高温阁烧热，各地紫外线的指数拢是危险级的。咱来看上新的温度，昨昏花东出现38度的高温，要提醒乡亲今仔日会阁较热。气象局局针对花莲发布38度的高温警示，另外伫台北、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高温拢会到36度。因为云较少，紫外线的指数是较悬，拢有达到危险的级数，所以出门一定爱做好早日，爱加啉水，才袂着山。另外，嘛爱细致过道了后的雷阵雨，要提醒过道了后有要去山区也是溪边的乡亲，一定爱细致。镜头来屏东的新庄乡盐埔渔港是远洋渔业重要的所在。昨下晡渔港内底发生火烧船，拢总有5只价值1000多万的远洋渔船被火烧掉，损失是上亿，好佳在无人伤亡。将跳海求生外劳拉至岸上。来，快！来出去！雨势威力正大，连海巡人员的目镜拢被震动甲落去。屏东新环乡的盐埔渔港，昨日下昼，一只渔船突然间导火，风迄人船正头，随炭烧到边仔的船，规排的船拢烧起来。几两只船导火，乌烟一直升起来，连高雄市拢看会到。消防甲海巡人员最近来抢救。国营怪手甲全身乌溃，总算伫暗时6点半甲火势控制掉。危险同仁现在在协助渔民大礁平泊区的船舶慢慢移泊过来这里比较没有火势的地方。这场火造成2只 CT5 档机加3台 CT4 档机，总共5只远洋渔船受损，也有2台塑胶牌未烧害去，估计损失是上亿。好佳在无另外的伤亡。屏东县府伫火完全爆发了，后来会处理防止油料污染，也个渔船清调作业。导火原因，消防局也个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虽讲即马咱台湾的疫情冻点啊，也毋过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也伫增加。即马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3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各加2例，目前台湾的病例数是445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日本是17000多例，单盘超过12000例。啊，那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18万例，巴西超过88万8千例，俄罗斯超过53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9万1000例，英国是29万8千例，意大利超过23万7000例。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00万例，疫情嘛牵连一寡政治头人的政治生涯。其中，伫咧巴西，卫生部长已经换3个啊，第2个卫福部长嘛因为暗坎疫情来落台。巴西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国，除了伫咧4年前里约奥运进前，就因为环境卫生问题去互参赛国家来批评。即届疫情上新的确诊人数超过86万7000多，已经超过俄罗斯是全世界第2名，而且以43000多人累计死亡病例超过英国，同款嘛是全世界第2名。即个无光彩的双亚军，和卫生部长的职务，短短几个月就换3个。特别落台是财政部长阿尔梅达。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为着应疫情，转来一直增加的车资甲预算的调整，互阿尔梅达感觉真正是足忝的，才会想要离开。而且除了官员请示，巴西阁传出有地方首长确诊的案例。Depois de 4 resultados negativos, hoje infelizmente testei positivo para a Covid-19 e para o coronavírus. A orientação do meu médico, já que eu não tenho nenhum sintoma, é ficar dentro de casa. 圣保罗是巴西人口上侪的大都会区，嘛是即届疫情上严重的地区之一。伫咧市政府准备要部分放令商业活动的时阵，官方预测巴西的疫情要到8月份才会达到上悬。
当地有部分已经开始甲落退往生者的危害整理了后集中来去，才会当有新的空地来带即寡因为武汉肺炎死去的人。另外一个大国智利累计确诊嘛超过174000外人，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3300外。毋过，顶一日媒体报消息指出，政府提交予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死亡比例是超过5000人。消息爆出来了后，引起智利国内真侪讨论。卫生部长嘛，因为安尼来落台。若是新就任的部长是指出，未来公布相关比例人数，特别是死亡数字的时阵，会甲技术的案例嘛算入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除了中国的北京以外，南韩嘛又搁传出群聚感染，因为有一搭是养老院，所以互当地政府批出。另外，为着要防止疫情，即马嘛有调查讲，有8成南韩人拢会主动挂嘴暗。挂嘴暗伫咧南韩已经是全民运动，就算是伫咧通风的厝外也共款。当地新冠病毒疫情虽然起起落落，严格一直拢守伫咧1万外例，表现是比其他国家较好。这若是因为政府应对快速，也甲民众的配合有关系。首尔大学甲韩国盖洛普合作对2000人做调查，发现甲2015年发生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 MERS 比，民众卫生习惯改变真多。During MERS, 15.5% of the respondents said they wore facial protection. In 2020, that figure is at 80%, and there's a 20% increase in hand washing frequency. 5年前，南韩发生 MERS，186人感染，38人死亡。迄当阵已经失去控制，互民众学着教训。5年了，搁拄着新冠病毒，大部分人拢知影挂水安保护家己，也保持社交距离。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袂去户外活动，87%的人会避免坐大众运输工具，比 MERS 时阵悬出2倍。We're protecting ourselves from the virus as well as stopping it from spreading. This is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your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when there's no cure or vaccine. 虽然民众有较注意，不过南韩也是常常发生一寡难生的群聚感染。首尔加京畿道伫最近几类所在发现群聚，进前的教会加养老院感染，和60岁以上的比例增加。 더욱 우려스러운 점은 수도권의 산발적인 집단 감염이 꼬리를 물고 계속되고 있고 특히 어르신들이 주로 이용하는 주간 보호시설, 요양시설 등을 통해 감염이 확산되고 있다는 점입니다. 新的群聚感染拢伫咧首都圈已经有100多件，好加在最近2天单日新增加比例拢有下降。南韩政府讲，因已经全力伫咧调查患者的接触史，不过疫调依然赶不着病毒传播的速度，会继续加强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头一个过身的抗争者牛连杰，昨昏过身满一冬，昨有真侪民众替伊举办哀悼活动。伫石路楼的所在太古广场，自透早到透暗，有上万人去致意。香港警察嘛去现场戒备。伫音乐社中穿乌衫、手提白火民众到香港的金钟，悼念伫咧反送中运动第一位过身的参加者牛连杰过身1年。 到暗时8点，现场依然有上千名民众在咧排队，手机的电火拍倒，这段彩湾白色的纸糊来悼念的民众讲，会永远记住这天。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remember how sad it is to lose even just one of us. 2019年6月15日，35岁梁凌杰穿着写着反对特首加港警字的黄色的雨衫，爬起伫悬楼，伫棚架顶头挂抗议海报，最后甲警方对峙时阵涉来往生。香港反民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呼吁民众伫咧梁凌杰过身1年之间，穿乌衫到事发地点太古广场对倒。 自早起人就真多，边仔有真侪警察伫咧台面，也发生警方要甲民众抓来时阵，两边弯起。因為佢過身1週年啊嘛，今日係，咁所以帶支花嚟去悼念佢咯，即係紀念翻、提醒翻自己件事過咗1年啦，件事發展到而家都仍然未有一個好明確嘅出路，想提翻即係自己都行翻出嚟，提翻自己，提翻所有香港人，我哋唔會放棄嘅。 梁凌杰的老爸伫咧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阵讲，受到政权调工资料，伊想要替后生讨回公道，要求调查死亡原因，也希望少年人唔当互悲剧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东县的南树高中老师甲学生19个人去台南参加餐饮检定的考试，其中有一个高中2年17岁的查某学生，昨昏发现倒伫旅馆的眠床边，已经无生命的现象，经过抢救也是不幸过往。旅馆的人员是表示讲，这个查某学生倒落去的所在拄啊，互眠床炸掉咧，所以第一时间无人发现，一发现就随报案。救护车送去病院的过程拢有做急救，也毋过也是无救回来。因为这个查某学生伊本身有心脏病，所以即马爱个详细调查伊死亡的原因。来关心2001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正案，授权地方政府会使家己去规划性专区，也毋过目前无半个县市有设。彰化县即马有10个议员是联署爱彰化县政府设性专区的驻地条例，县府是讲即马有当地研究，毋过真正要设所在莪找。彰化县议会会使讲是走伫咧全国上头前，国民党县议员陈仲嘉、甲民进党县议员曾星汉做伙提案，请县政府拟定性专区的驻地条例，得到13个议员的联署。条例通过之后，他可能就是县府，如果他觉得他自己要去办，像我们公办都更一样，他可以去找一个自己自行规划一个区域来设置。条例列出来，由民众他们自行选择，就是说符合恰当的地方，然后跟政府提出来。议员指出，提案要求县府具体拟定驻地条例，目的是要分清楚权责单位，透过立管、互性产业合法化来监督甲管理，嘛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一人拟定这个条例的业务是属于经济力量发展处负责。不过处长表示，目前伫咧彰化，无论是都会区或者是乡村，拢无性产业聚集经济的现象。地方的民意的调查以及地方的社会共识的形成这个部分，历史的背景以及现况里面，就是支撑它，你必须要去设置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动力嘛。个人的理解里面，它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动力去不许这样的一个新设的专区的一个成立。有的民众认为讲，这会制造新的问题，嘛有人感觉政府是无法度通好管。另外，嘛有人感觉肯定，不过相关的配套都要做好。实际上叫他如果要应该管理也是很难啊。我才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去那里啊，然后就管制，或是我可能就是觉得那种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这样。那个区可能会比较有他们的发展。提案的议员讲，已经有心理准备会去社会批评，也若县府是为产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甲评估，未来性专区要建所在会是上大的难题。不过透过驻地条例的拟定，会当互大家共同来思考，重视这个问题，甲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医疗材料要设介绍上限的争议，引起医界反弹。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摆已经宣布讲要慢车实施。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批评卫福部无思考周全，才会引起误会。民间团体嘛批评健保署在推出政策的过程太过啰嗦。健保署顶一日公告8大类的健保医材，定出自付查验上紧绷的费用，引起医界反弹。总统蔡英文顶礼拜伫咧人民册铺文，请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各界的意见来做研究。陈时中13宣布政策暂时冻点，15早起苏贞昌出席活动，强调讲政策推出进前爱充分的沟通，才袂有误会。原是一个利益良好，希望减少民众负担的美意。一个政策推出，应该要让整个团队知道，并且也要准备好相关，比如 QA、懒人包等等，这样才一个政策不会出于误会或者是思虑不够周到。苏贞昌表示，请陈时中阁含医界做充分的讨论，等想到更较好的政策才阁推出。医界的团体医疗明是批评讲，健保署硬要推这个政策，开会过程是真潦草。部分参与开会的医师，进前并唔知影参与医材分类的会议，目的是要设定健保医材自费进步的费用。嘛批评讲，健保署公告政策的过程是咧甲医界做乌。我想医界非常不满意的是，健保署在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的用词把人民当成冤大头，他们要先报给当地的卫生局去审核，所以医界觉得说我都完全符合法律，符合规定了。卫福部伫咧今年6月份推出自费医疗比价网，强调健保医材的资讯公开。不过时代力量是批评讲，网络的使用率增加，而且爱输入医材中英文名称，也有品行的号码，而且使用的界面无方便，甚至无收费日期会当比较。
呼吁卫福部爱比照翠暗的网站，会当开放网站的 API。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针对高雄市长补选，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昨是表示讲，要甲国民党合作，即嘛困难度真悬，所以无排除到上下尾才要宣布讲，到底民众党敢会派人参选。嘛，国民党的部分是希望讲，伫咧一礼拜五人选就会使出来。若民进党的人选已经看现，应该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高雄市长补选将伫6月29日是受理候选人登记，高雄党要派送来选，也正咧积极进行。预计将代表民进党投入补选的行政院副议长陈其迈，这礼拜3考望由党征调并且请示会长。伊表示，若讲做任何的决定，都会专心全力展现决心。我一定是专心全力的来展现我的决心，把我要做的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把它做好啊。至于国民党要提什么人选，这个要尊重国民党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嘛。比较民进党人选，较确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也无确定人选。民众党部分区立委蔡碧如上电台专访讲，虽然希望南北会当共推人选，也毋过也知影难度真悬。第3月份已经入籍高雄，伊讲最后一刻会去做决定。那我们是不是来共推一个？当地大家都可以支持，他推一个无党籍，让大家都可以支持。你跟柯市长谈过了吗？你俩跟你算一算呢？最后主席讲说，这个伤脑筋，算了啦，你去选好了。最后一刻再来决定好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林慧洲强调，无可能放弃补选，无将竞选拢咧密集定选。团出党内部分区立委5月底可能参选，却已经开始被网军攻击。林慧洲也到3港讲话，攻击是难免的啦，不要说候选人啦。吴怡丁都还不是候选人就开始攻击，好像很怕吴怡丁选的样子啊。所以，这样我们要考虑一下，吴怡丁可能是不错的人选。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好像蛮怕吴怡丁去选的。林慧洲表示，因为被压缩补选时程，希望伫17拜3中常会通过提名办法了后，19前量早提出人选，希望高雄市民给予国民党一摆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若高雄市的代理市长杨明洲上任了后，代理局处首长的名单，即马互外界批评讲，拢是单局派系一寡人。嘛，互南洋议员认为讲，这是咧替陈其迈补选市长做铺路。请大家多指教。早起8点，经发局、卫生局、新闻局等等的代理局长，拢已经伫咧会议室，要甲市长和副市长开早会。判定确诊，成为高雄第5例的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透过民意报告掌握上新的动态，配合大家早起8点开会，是代理市长杨明洲就任了的第一件代志。据媒体问到过，外界认为新发布的代理局处首长有单局派系影，杨明洲是讲全部拢是文官。28个代理的局处长全部都是文官，没有所谓的韩市长的人马，没有所谓的陈局市长的人马。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立基副市长，王世峰上官敢若做过副局长，谁能会当担任副市长的职务？民政局代理局长捌牵涉官司，谁怎会当推销伊做代理局长？批评讲，这个安排根本是伫替行政院副议长陈其迈的选举来铺路。这段时间应该是看守内阁，就是把这个市政做延续，然后让高雄继续前进，让下一任的市长来做裁决就好了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似乎不是所谓的看守内阁，我觉得更像的是一个选举团队。这个是为了人事的一个安定，以及市政工作的衔接，我觉得不需要去做这种政治联想。高雄市复审的人事就任才2个月，所叫外界摕汉镜来检查，因为重点就伫咧未来的市长补选，两边的人拢想要拼着先机，就惊讲叫对方先逃走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阵泰国的疫情稳定，泰国政府昨昏宣布讲，全国要解除封锁。另外，为着要拼观光，泰国嘛打算要甲疫情较稳定的一寡国家签署协议，会当互相观光，唔免隔离14天。有风声讲，咱台湾嘛伫头一波的名单内底。
泰国疫情转好，已经连续18天无出现本土个案。泰国政府15正式解除全国宵禁，120人以下学校、展览厅还有游览场全部重新启动。而且为着要提升观光产业，泰国建议甲疫情稳定的国家来签协议，索旅游安全款，有条件开放两国人民入境观光，唔免去用隔离14天。若是台湾的防疫有功劳，团出会去用立即起头一波的名单。根据我们驻泰国代表处洽系泰国当局来了解，知道说这个泰方呢，其实他并没有排除将台湾列在优先的名单当中，只是他们要先必须确认边境管制等一些配套的措施之后呢，他们才要送交到内阁会议来进行讨论。外交部表示，泰国无甲台湾排除，毋过爱先确认边境管制相关配套措施，才会当送内阁会议讨论。除了安尼以外，欧洲真侪国家疫情稳定，上少有14国小连续放零观光限制，像讲英国、西班牙、希腊、冰岛、土耳其拢开放台湾旅客入境。毋过英国规定爱隔离14天，冰岛要求强制检疫，土耳其是无条件开放。看伫学者的眼内，若是台湾无解除边境的管制，要请台湾人出国旅游是真困难。因为台湾的边境没有开，所以这一点不解决，全世界对台湾开放都没有用。我们尽管如果说照卫福部的规划，要到10月以后的话，那势必我们这样子的防疫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李基业强调讲，后疫情时代，台湾甲其他国家若是要签观光协议，必须要徛伫咧平等互惠的原则。若是台湾人即马回来台湾，也是需要隔离14天。短期以来，旅游的困境也是会继续。若是日本东京11宣布解除东京警报，进入第3阶段的开放。日本全境嘛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毋过头一波入境的名单也是无看到台湾的名。日本优先考虑的解禁对象会以商务人士甲学者为主。记者综合报道。那欧洲的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第3月份封锁较大，即嘛要开始放零管制，第7月份开始要开放边境，希望趁热天甲观光客吹转来。希腊圣托里尼是爱琴海上上受欢迎的旅游岛屿之一，白色楼房、真宽海景，也有讲是全世界上水的日头落山。为了确保休偌大过观光收入，希腊6月15中开国际航班将开放包括中国、南韩、澳洲等29国游客入境。总理米佐塔基斯顶礼拜六亲自前往圣托里尼宣传，讲希腊防疫有成效是上安全的旅游选择。I'm not interested in making Greece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 in Europe. I'm interested in making Greece the safest. 为了让旅客安心，希腊卫生部已经建立紧急网络，伫观光岛屿预留450张的病床，招聘700名的卫生人员，也佮规定酒店员工甲人客拢需要定期体检，并且预留隔离的大房，每一间饭店也要有1名签约医师。另外一个受到疫情打击的旅游胜地是列入世界7大奇观、有2000多年历史的约旦古城佩特拉。佩特拉位伫首都安麦南方250公里外的山谷，以玫瑰粉色美丽的岩石闻名。1985年列入世界遗产，英国到伫去年迎接破纪录113万游客了后，新冠病毒疫情将旅游业拍入冰点。أوقفت كل النشاط السياحي، أوقفت ا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والجميع أنواع التواصل والتواصل عن طريق السيارات وغيره والقطارات، وأوقفت كل التواصل. 规地沙岩雕刻的卡水泥神殿，稳装伫岩山徛壁下骹的蛇图，意向游客真济。小贩啊话卖甲游客的嗷噜声，今年拢陷入安静。当局答应全力挽救，包括推动国内旅游。不过业者讲，情势非常严重，就算是边境重开，妇女的退休族甲西方游客也被紧紧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那真侪欧美的民众即马是烦恼在大众运输会去坏掉，所以出门已经改骑脚踏车，互脚踏车袂甲下叫。全世界一寡生产脚踏车的业者即马拢做袂赴卖。工作人员将车辆转起来了，详细检查过程。这是捷安特伫咧台中的工厂，员工伫咧赶出去已经无用几落个月啊。这无用是因为欧美的市场增加，受疫情影响，欧美民众为了要避免感染，较无坐大众运输，即马大家拢骑脚踏车上下班。真侪自行车店车拢无到杯，赶紧落订单，捷安特订单是接袂煞。In U.S., since March. There's a steady increase on the demand. And then for Europe, it's after the ease of the lockdown.
古代董事长讲，这边的订单无伫咧有期中，要过因随动员旗下所有公司，也伫咧中华国家手牙力市场，希望会让锁定欧美市场的供应链，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因为真侪拢是拄骑车，所以锁定中介小产品。During this pandemic, it is the bike that is retailing price sub 1,000, whether it is US dollar or pound or even euro, it is more popular because most of the consumers are new cyclists. 台湾自行车协会讲，目前国内两大自行车制造商的订单拢已经排到年底，伫咧整体经济衰退时阵，颠倒是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北市通过空中流浪系统营运管理办法，高湖大红看这是未来上有机会去流浪的所在。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因为当地地质的关系，所以爱详细评估，希望讲会使顾到生态环境甲经济。这是新北市最南东本山绿溪口，徛伫红砖树来看大海，是社群媒体登开的热点。这原本是以早运控台车的车站，嘛是过去互评估要去流浪接高分的起点，因为过去的轨道拢抑个伫咧，若是以这个旧路线来去地面流浪，可行性是上悬的。它是一个起点，然后跟金瓜石做串联。当然，它整体的话是说。第2期包含金瓜石到9份，包含到第3期的计划是9份到瑞芳，以及9份到海滨的这一个部分，包含像这种文化深度的一个遗址的串联，其实是会非常好的。当地里长表示，伫咧98年还未升级绿岛的台北县时期，县府就捌提报过水金球地区国际观光魅力据点发展整合计划，这是当地流浪计划头一届去用正式讲起来，主要是以最南东到经过石地区的地面流浪优先来起，经过石到高分仔，阁无确定是以地面还是空中流浪的形式。啊，毋过伫咧高分仔做生理10外档的老店头讲，休困日落人踏车，在地拢真期待流浪会当解决交通问题。我是觉得啦，假如可以的话，第一疏解交通。第2观光应该都不错。如果有缆车，会让你想要再跑金瓜石那边，就是再多玩一个点。缆车可能会比较想去吧，顺便搭缆车这样。今是要启动这条互当地合作水金球流浪的评估案，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伫台北县时期，这案件捌去互发包出去，啊，毋过说因为当地是矿区，去互质疑可能有重金属的污染，影响健康等等的问题，路尾无开发，若是要重新启动评估，市政府必须要搁较谨慎。因为附近的重金属污染的缘故，常常很多的环保团体有不一样的声音跟意见，所以在兴建缆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谨慎的面对。市政府强调讲，针对当地流浪计划目前还无完整的规划，若是地方真正有需求，会来评估可行性，一定要兼顾到经济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那雾峰林家花园的草厝是当当时雾峰林家的起家厝，经过9日一大地震，已经倒去的草厝要修复真困难。也毋过伫2017年启动修复计划了后，有看旧相片来翻修，即马已经完工。公猫厅看起来真有办，顶头砍园仔草，呈现原本的模样。台中雾峰林家的草厝是雾峰林家后代的起家厝，经过3年外的修复，总算恢复原本的模样。搬过来这边就以张公圳赵屋圳这个部分，这边这个就是顶厝，草厝就是我们下厝的起家厝。因为这间是雾峰林家搬出去的起家厝，嘛是下厝住落内底头一栋建筑，除了厝顶砍园仔草来呈现，护梁的结构嘛真完整。雾峰林家的后代指出，为建筑工法来看，保留当初得做的花拱，甲厝顶的园仔草来记录起家的辛苦。因为我们的上面正厅上面都是茅草。那茅草的话，就是每一年祭祖的时候，这些子孙都会回来帮忙换草，整理一下这个环境。若修复上困难的，要是伫咧文书的考察，整体的建筑伫咧9日一地动损害了后，保存的资料是真有限。修复的团队先以现场寸的建筑的寸尺来做推算的基础，根据旧相片甲用画图的来推算建筑的宽度甲细节，加上电脑3D 的模拟，比对相片甲演算的成果。把它的那个位置考古出来之后，然后做成展示这样子来使用。对，所以它最大的难处就是资料不齐全，
险啊。目前建筑物的本体，拢照挖出来的地基、原本的所在甲原本的模样来重新呈现。也若入口的所在，也阁会当看到迄当阵挖出来的地基。文化局指出，未来会规划整体园区的统合营运，呈现林家起家厝的模样，按算年底会对外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护树团体昨昏是去中油伫高雄中山路园区做抗议，因为中油甲中山路几排大约50多丛，已经有15公尺悬的树啊，甲草条草甲只剩3米悬。不过中油是赔回讲，因为进前树啊倒落来去缀着过路人，所以才甲扑掉。沿着高雄小港中山路开始，中油厂区这几排乌帮树原本有43楼悬，破甲真旺会当压日，即马全部被断头，破甲只剩3米悬的树干。护树团体忍不住要找中油管理人员理论。每一棵树不管健康不健康、安全不安全，全部都从15米断到3米，所以这样的做法对树的伤害很大，对整个植树造林的成果等于是一个全盘性的否定。整个主干大概都已经10公尺以上了，所以大概我们也担心说，整个如果是在连日豪雨，中山事务那边去做一个倾斜或甚至倒塌，伤害到路人行车。原来今年6月初，中油位伫中山路园区这一带发生路树倒去，有3名骑机车的人去互树仔地着伤。今嘛风台几节搁要搞啊，中油为了避免事件搁发生，将瓦路的50几丛乌帮树全部断头。真正处理方式是每年定期对树木做健康检查跟风险评估。这一次整个那个砍树事件，大概我们也是做一个检讨，来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这一部分大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护树团体表示，中油当年半间非正树搁乱扑树，将会当净化空气的绿树扑成断头小树，树仔脆弱搁较会倒去，头尾颠倒了，无专业全盘考量，实在互人心疼。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咱来食旺来，旺来大出，即马食旺来当着时。台南山上种的台龙16号旺来，上界特别的是，旺来皮小块变黄，就算9分啊，就会使食。虽往市面上较常看到金钻旺来，毋过台南山上区出产的台龙16号甜蜜蜜旺来也袂输人。上界特别的是，甜蜜蜜旺来小块变黄，就通食。这个品种稍微果木转色的时候就可以食用了，不要放到后熟。这个品种也纤维质较少，你熟度放得太熟的时候，它容易坏掉，而且那个黑点会容易跑出来。人讲旺来头是过尾，食旺来毋但爱趁着时，佮爱食旺来头较甜。人客若要选家己爱食的旺来，建议用手摘一个，用声音来判断就知。以这个品种来讲，大部分农民种出来的果那个水果鲜果的部分伊是古生果，就是有回音的。然后你如果弱生果，就是比较沉一点的声音的时候，也得是水分多，然后也不容易那个保存。水分侪甜蜜蜜旺来，肉油香甜，气味阁好，食起来酸甜啊酸甜。而且旺来有加丰富的糖类、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旺来酵素，伫热天食毋但退火，阁通促进胃肠的消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中华好美的新庄社区普通时下会替时代办活动，正是昨晚有安排艺术课，甲时代用面筋凹做鱼仔镜形，然后阿公阿嬷训练手的筋骨做出来的作品，还会当炸转去互孙孙。甲舅舅甲伫咧这身红仔顶头，甲白虎眼阿嬷无用伫咧创家己的作品。另外一边，老师当伫咧教这个阿公念古水的塔门叶啊。中华县和美镇新庄社区的关怀据点有影真闹热，众人拢咧学用面筋凹做鱼仔镜的形体。手熟了，怕水麻了。阿公阿嬷摕完成品笑甲花头喜面，拢讲即摆活动含英过、甲跳舞、办讲座，也阁有耍乒乓的课，真无共款。和美镇新庄社区的理事长讲，受疫情影响，来参加活动的人有变较少，毋过这也是头摆替时代安排艺术课，想袂到大家真捧场，拢参加真欢喜。虽然讲这是小小的物件但是训练讲因的手工艺。因为这只小熊伊看做
足够水，啊也用了剩了垃圾，咱佫会使摕来做抹布，啊这种架灰佫会使做囡仔的发夹，都不会浪费到这些东西，所以这就环保。阿公阿嬷学做有路的箧仔，用一块面巾布、3条树铃，佮配2蕊粉红的花，就会使实现生活美学。大家算甲欢喜，佮有物件通早转去，和孙仔佚佗，有影真有意思。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看，这嘛真有意思，就是最近一寡大专院校正在行一款活动，名就号做罗马竞技生死斗。参加的选手用塑胶杆仔做武器，若拍到无同款的部位，就无同款的分数。而且这个活动7月份嘛要举行全国赛。手摕着保特瓶，校园表演的一场决斗赛正式开始。把握机会往前突刺，另外一方卡名闪过以手后挑动的，这就是航空事件的突刺流。这位同学骹步刷天堂，强攻对手的卡夹片，以背刺流的方式，佮摕到几啊分。初赛3分钟。但我觉得这样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就大家可以找回就简单的快乐。这就是最近伫各大专院校实行的罗马竞技生死斗。若是好算刺激，选手会当摕的保特瓶就是无减。提分的方式也类似大分多，像合到对手的手后挑摕1分，正面摕2分，高难度的后壁摕3分。对，都会做好这个战斗姿势。那用这个手来做格挡，那一方面就是隔开对手攻击，然后就是找空档去刺激他的可以得分的部位这样子。这种活动也吹到各校园，以中部各院校来讲，5、6月已经办初赛，7月份即将举行全国赛。像伫中华、建国科大，女学生对战起来也无手软，也伫头盔甲护目镜，校校也真赞成。有校校为了学生安全，也定安全规范，并且将活动立管。特别的要求他们在规则就是打4支或者是我们保特瓶的一个CC数部分能够做一个管制。有一个主办单位，然后来负责这个部分的话，学校这边基本上会有场地的提供。其中中华建国科大除了要求校区也替学生立保，避免意外伤害。其他校园表示，只要无违反伦理也是法律，拢会尊重学生的活动权益，也考虑甲其他活动合办的可能性。也伫疫情期间，成为大学生上实践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今年的大学指定考试7月初3到初5要举行。大考中心是公布防疫措施，包括考试场敢若有一个出入口，考生爱挂喙罨、爱磅体温，而且家长是袂使陪考。每一间教室考试的人数降到36个人，会当开冷气，会使关门，毋过爱开窗啊。今年大学指考受到疫情的影响，会到7月初3到初5来举行。大考中心公布防疫措施，考场会管制出入的动线，用高一个入口入场。大考中心嘛印个人专用的入场识别证，拢总有5个色水。考生若要入去，都要检查识别证。这届109年的指考嘛会比较会考，由教育部提供喙罨予考生，一工一地。若是超工袂挂，就袂当入去考试。入去试场了后，除了查验身份的时阵，会当暂时把喙罨揪落来，剩的时间拢爱专程挂好。劝了好几次还是不戴口罩，我们就会送考试委员会。那最终基本上该节的科目会0分。这届试场的人数为42个人降做36个人，甲会考无同款的是，试场开冷气，毋过无要开门，而且会开室内2个对角的窗仔门，至少开15公分，保持通风。若是考生因为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无法度参加，补考会伫7月20到22来举办，而且会用另外的名额来录取。有一些是牵涉到政府的人力管控的医学系、中医系、牙医系以及公费的师资不纳入的今年的指考比较各种教育会考，无要开放家长甲亲戚朋友来陪考。考生要是会当去外口食饭，要若是留伫咧教室食饭的，就要用假帮。假帮会由工读生来发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集团署的统计，在今年甲搭新增加的艾滋病通报比去年同期有降3成。毋过咱台湾人对艾滋病的歹印象同款是无改变。有调查就显示，超过一半的国人对艾滋患者同款有歧视。
台湾人对艾滋病的负面观感也是真悬，大部分的艾滋感染者拢捌伫咧看医生、读册，也是做工课等各方面受到无友善的对待。致使因真惊去互发现，唔敢甲人建立关系，而且拒绝体检甲看医生，等到变做防疫的空棒。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想要交朋友？”他就会讲说：“啊，因为我很脏，好，因为我身上有病。”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他也把我们社会大众的这样一个歧视直接放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根据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台湾民众对艾滋病也是有歧视，认为艾滋是21世纪的乌死病、垃圾的太高病。有1/4的民众认为感染者是同志，或者是私生活无准则转来受感染。啊，毋过国内外上新的研究已经证实，若是接受抗病毒药物继续治疗6个月以上，若是测袂到病毒的时阵，就建议讲无传染力。医师认为讲社会对艾滋的认知应该对时代来进步。稳定之后呢，病毒量小于我们目前血浆里面可以检测到的病毒量，它小于200。在这样的前提底下呢，它不会把病毒传给他的性伴侣。今年从1月到5月累积我们的通报数是来到577人哦，较去年同期前5个月832人相比是减少了31%哈。疾管署是表示，国内艾滋感染者累计有41000多人，艾滋通报人数已经连续2年降低。预计今年嘛是同款，除了艾滋防治多元体检的管道以外，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人甲人减少接触嘛有可能是原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来去意大利，意大利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即马观光是大受影响。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的红尾船是观光客伫体验水都、洗水都一定会坐船。啊，毋过因为时代改变，即马会晓做红尾船的人已经愈来愈少啊。加上疫情摊开，袂使做生意，业者强要无法度生存。5月底，意大利还未完全解禁的前几天，威尼斯上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大运河。水面上空空，只敢看到3不五时经过红尾船，互人叫做贡多拉的这种红尾船，拢停伫咧岸边。水都威尼斯也人叫做运河之都。自2019年年底大水到了的可化，国家今年年底新冠病毒面临连续厄运，也互红尾船的营运面临严重的打击。伫制造红尾船的船厂，即马全家只敢剩最后4间。艾琳娜姊妹2年前自过身的老爸手内接这间造船厂。Non vedere girare gondole è un peccato perché comunque è il simbolo di Venezia. Parte di turismo, quindi c'è stato un po' un blocco totale, però bisogna tener duro. 一只红尾船长10公尺，宽差不多1.38公尺，重600公斤。倒一只船爱4-8点钟。所以一年只能做4只到5只。虽然威尼斯伫咧封城期间，运河的河水变得较清，不过当地差不多400位伫咧过这种红尾船的船夫，拢是伫咧领纾困金过日子。所以意大利当局已经宣布改道禁令，希望游客能转来带动当地经济。伫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岛莫拉诺岛，也互人叫做玻璃岛。当地交通依靠水上计程车，其实就是传统的茶船，佮搭配汽油引领。即马为了环保，经营者也开始将汽油引领换做电动引领，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防疫成就调查为意大利要开始开放旅游，是希望会让透过将要来的热天的旅游旺季救经济。不过开放旅游禁令了，是毋是造成疫情再一次反弹，也是互人担心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若受疫情影响，有一寡学校嘛开始改变教育的方式。亲像剑桥大学之前已经宣布讲，9月份新的学年，几年大型的课程拢要用远距离来教学，就是讲唔免去学校。毋过就是讲改用网络还是电脑来教册，学费同款是新台币35万，学费照收，引起学生囡仔不满。校园内底拢无人，平常时应该是满满学生的英国剑桥大学校园内底，考虑到可能发生第2波疫情，即马剑桥大学佫决定为9月新学年度开始，未来1年也拢以线上教学方式来上课。Really big lectures involving a lot of students will not happen face to face, but will be put
online. 曼彻斯特大学已经宣布，至少规个学期只用网络上课。不过，剑桥大学希望学生回去校园，甲其他学生教职员互动。Of teach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is is run by the colleges, is the small group teaching. It's called I mean, sometimes it's one-on-one or groups of 2 or 3. We can manage that. 只是用网络教学，剑桥大学也接收专业学费，真正学生真贵，无大学校园生活也免用学校设施。各爱交专业学费，拢不满学校的决定，拢伫社群网站推特顶悬怨叹。有人决定无要过读册，因为无想要交专业学费，干会用听线上教学，也有人考试。小学生拢爱回去学校上课，大学生免，只会用听线上课程，抑个校友对学校决定感觉是震撼。剑桥大学认为用线上上课其实会增加学校负担，不过学校无打算将费用转予学生。英国主管高等教育的大学部长多兰尼伊表示，确保学校维持教学品质，学生同款爱交专业925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35万的学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做金纸，罗马字写做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若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地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气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抬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抬家己，家己人互相相答的意思。
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还是12碗。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唔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若摕来拜拜对神明不敬，就较无适合。有一句俗语讲：先顾腹肚，才顾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例如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抬家己，先顾腹肚，才顾佛祖。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拜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